大家好，我係孔志韓醫生，同大家講下堅定自信嘅溝通。先講兩個例子啊。丈夫咧諗住今晚咧就要好好預備，聽日有個會議，聽日有個重要嘅計劃咧，由佢向公司去講解喎。但係太太咧突然之間約佢去拍拖，一齊出去食晚餐。丈夫點樣回應太太呢？有4種溝通嘅模式。丈夫可以話當然好啦，然後咧就自己咧工作到深夜3至4點啦。呢個係被動型嘅溝通，配合對方嘅意見，唔會講出自己真實嘅想法。第二種回應，丈夫話有冇搞錯啊？遲唔約早唔約，偏偏揀中我明天有重要約會嘅時候先至約我冇可能應承你噶噃。呢個溝通模式咧係唔會考慮對方嘅感受，只係照顧自己嘅睇法同埋感受嘅啫，叫做攻擊型嘅溝通。第三種，丈夫嘅回應，丈夫好勉強咁樣咧接受我太太嘅邀請，咁就一齊出去食飯啦。但係食晚飯嘅時候咧，丈夫表現得好唔開心，好唔滿意嘅樣，經常喺度睇時間，又催促太太咧快啲食完喎。咁太太咧成餐都食到好冇癮，食完之後咧兩個人都唔開心，互相不理不睬。呢個係以間接隱藏嘅方法咧去宣泄敵意或者怨恨，叫做被動攻擊型嘅溝通或者消極抵抗。第四種丈夫回應嘅模式，佢就話啦：多謝你約我今晚食飯啊，但係咧我聽日有個重要嘅約會咧，就由我講解啊。今晚咧我要專心去預備啊。如果你可以咧，改第日約我嘅話咧，我一定會好開心嘅。呢一種嘅回應方式咧，係兼顧自己同埋對方嘅感受，亦都可以表達自己自身真實嘅想法嘅，叫做堅定自信型嘅溝通。好啦，講另外一個例子啦。外家咧一早咧就已經約咗太太，所有外家嘅人咧去深圳一日遊喎，太太應承咗啦。但係出發前2日咧，丈夫突然之間提出一家人去海洋公園喎，因為阿女咧就希望去海洋公園睇熊貓館。咁究竟太太點樣回應丈夫嘅要求咧？有4種嘅溝通方法。太太可以答好啊，之後咧就有啲悶悶不樂，但係又冇講俾丈夫聽真正嘅理由喎。呢一種溝通嘅模式只係配合對方嘅意見同埋想法，唔會講出自己真實嘅想法，係被動型嘅溝通。太太第二種回應就係當然唔可以啦，外家早已約咗我啦，唔通我要失約咩？呢種回應嘅方式咧係唔會考慮對方嘅感受嘅，只係照顧自己嘅睇法同埋感受嘅啫，叫做攻擊型嘅溝通。第三種太太回應嘅方式就係好勉強咁樣答應咗去海洋公園喎，但喺海洋公園嘅時間咧，呢樣又埋怨，嗰樣又埋怨，埋怨丈夫安排得唔妥當啦。跟住咧仲話咧，早知道咧，我寧願跟外家去深圳好啦。呢個咧係用間接隱藏嘅方式去宣泄呢個怨恨同埋敵意，係被動攻擊型嘅溝通。第四種太太回應嘅方式就話啦：哎呀，對唔住啊，其實咧我都好希望呢個日子同你哋去到海洋公園嘅，但係外家其實一早已經約咗我㗎啦，同埋所有人都去嘅，所以我唔可以唔去嘅。呢日我唔可以去，但希望你唔好失望喎。不如咁啊，下個星期咧我哋先再約過去海洋公園啦，好唔好啊？呢一種回應嘅方式咧係顧及自己同埋對方嘅感受，亦都可以表達自己真實嘅想法嘅，叫做堅定自信型嘅溝通。
總結4種溝通嘅模式。被動型嘅溝通咧，只係配合對方嘅意見啫，唔會講出自己真實嘅想法嘅。所以習慣性咧係退讓啦，抑壓自己嘅需求啦、感受同埋意見啦，係唔會表達自己嘅需要，或者好含糊咁表達對方嘅自己嘅需要，對方都唔會明你嘅。或者咧等對方去估中我嘅需要，其實唔會講自己嘅需要嘅。或者表面上咧完全認同對方啦，有啲咧就未曾講自己嘅需要咧，就已經退出咗放棄咗㗎啦。被動型嘅溝通。總結第二種溝通嘅模式咧，就係攻擊型嘅溝通啦，係唔會考慮對方嘅感受啦，只會照顧自己睇法同埋感受嘅啫。呢一種嘅溝通模式咧，係比較霸道啦、強勢啦，可能強迫命令對方啦，指責批評對方啦，有時會質問對方啦，輕蔑對方啦，或者人身攻擊。攻擊型嘅溝通。總結第三種咧，被動攻擊型嘅溝通啦，或者消極抵抗啦，通常係用間接隱藏嘅方式咧去表達情緒啦、怨恨同埋敵意啦，亦都好將憤怒嘅攻擊嘅衝動咧發泄出嚟啦，但係又唔用直接嘅方式去發泄嘅。咁呢啲方式係包括咩咧？挑釁嘅言辭啦、單單打打啦、暗示啦、懷疑啦、冷嘲熱諷啦、故意唔記得或者遺漏啦、怠慢啦、拖延啦、怠工啦、口不對心啊、陽奉陰違啊、擺爛啊、一路做一路埋怨啊，或者背後埋怨啊，或者固執嘅行為啊，呢啲都係被動攻擊型嘅溝通。大家可能都聽到咧，似乎最好就係呢種方式啦，堅定自信型嘅溝通啦，一方面顧及自己嘅感受同埋對方嘅感受，亦都可以表達自己真實嘅想法。呢個溝通係表裏一致，大家坦誠相處，先回應咗對方嘅處境啦、説話同埋感受啦，亦都可以分享自己個處境裏邊嘅事實同埋感受，好用禮貌咁樣去表達自己嘅需求同埋意見。總結呢4種嘅溝通啦，被動型嘅溝通咧，就只係顧別人嘅需要，就唔會顧自己嘅需要嘅，係會討好別人，但係會忽略咗自己啦。如果你哋有睇哆啦 A 夢嘅話，大雄就係典型嘅例子啊。攻擊型嘅溝通係唔會顧別人嘅需要，只係顧自己嘅需要嘅啫，自我中心，好容易開罪別人噶。哆啦 A 夢裏邊嘅胖虎就係例子啦。堅定自信型嘅溝通咧，係兩邊嘅需要都兼顧嘅，比較圓滑啦、順暢啦，係容易達到咧雙贏，滿足雙方嘅人際關係嘅。哆啦 A 夢裏邊嘅靜香係例子啊。被動攻擊型或者消極抵抗啦，表面上好似係顧別人嘅需要，但係實際上咧係消極啲咧咁去表達自己嘅需要。表面上好似係和平，但係咧會充滿唔信任啦，同埋呢啲人際關係咧就係充滿暗湧嘅嚇。如果大家選擇用堅定自信型嘅溝通啦，點樣做咧？首先就學習聆聽啦，理解對方嘅處境、感受同埋想法啦，仲要回應對方嘅説話啦。有啲人咧額外可以做到欣賞同埋感謝，就更加好啦。要清晰咁樣直接表達自己嘅處境嘅事實同埋感受啦，客觀嘅事實啦，盡量都係。如果可以額外咧承擔啲責任啦，提出一啲妥協嘅方案或者雙贏嘅方案就更加好啦。但係成個表達嘅過程咧，要好禮貌啦，去尊重啦，亦都咧去有具體嘅建議啦，同埋適當嘅界限啦。用詞咧就可以包括呢啲啦，我希望咁樣咁樣，我寧願係咁，我願望係咁樣。如果你願意嘅話咧，如果可以的話咧就好啦。如果有人幫我手咧，實在太好。如果有人可以咁樣做咧，我就會非常感激啦。類似呢啲啦，但係就唔可以用攻擊啊、威嚇啊、踐踏藐視啊、指責批評啊、強迫命令啊、質問啊或者教訓對方嘅。
語氣或者言辭。堅定自信嘅溝通係知己知彼。如果我同對方之間有一啲嘅嫌隙，趁住個問題仲少嘅時候咧，就用呢個堅定自信嘅溝通去處理咧，好多時都可以防止積怨啦，減少未能釋懷事件嘅發生啦，更加長遠嚟講咧，可以減少一啲根深蒂固嘅成見咧。呢個之前啲影片講過係親密關係嘅癌症。仲有其他關於溝通嘅影片咧？多謝大家。